娘慈训明明灵灵意变光上帝赐而珍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旨清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复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十方共沐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明上帝圣号之意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帝尧之大仁，虞舜之大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大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精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从印度传到中国传入隋唐时代的佛教禅学三，南宗以前的禅宗第二章慧能禅学的基本思想心性观。一、人的心性就是活性；二、性体清净；三、心性观的三重意义。第三章慧能禅学的基本思想修行方法论。一、自悟自修，宗教修行实践的基本原则。二、慧能禅学的具体修行方法。第四章慧能以后的南宗禅。一、自立自主；二、无心无修；三、法无定法。第五章禅宗的社会适应性。第六章禅宗的思想渊源。一、慧能南宗与印度佛教思想。二、慧能南宗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第七章禅宗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一、心学禅位，说明道学中禅。二、艺术三昧，文艺创作中的禅意。结语主要参考书目后记附南宗传法次序简表。以前年佛教发源于印度西元1世纪前后传入我国，经过长期的传播与发展，而成为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禅宗是我国佛教的典型代表，慧能开创的南宗又是禅宗的一个主要派别。南宗禅在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研究禅宗的思想和实践，不仅可以弄清禅宗的思想内容和实践形式，而
而且有助于了解中国佛教、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般特点和发展规律。因此，研究禅宗的思想和实践对于科学的了解和批判的继承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遗产，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禅宗研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禅宗在历史上把本来是外来文化的佛教成功地改造成适应中国社会条件和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中国化佛教。它是把外来思想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具体条件相结合的典型范例。因此，通过对禅宗的研究，可以为我们在开放的条件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来文化，提供给我们有益的历史借鉴。另外，由于禅宗在当今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现象，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普遍从包括禅宗在内的东方古老文化中汲取思想营养。不少西方学者出于对工业文明的厌腻和超越理性主义局限性的要求，极力宣扬和赞美禅宗的非理性主义。这股思潮伴随着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文明成果的过程，也一并介绍到我国。于是封建迷信思想和一些唯利是图的投机书商也借此契机大肆宣传贩卖禅宗的神秘主义。所有这些都给人们，特别是青年，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文化选择与价值定向带来种种困惑。这种情况需要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对包括禅宗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深入具体的科学研究。因此，禅宗研究又是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思想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总之，禅宗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禅宗研究包含有许多方面的课题，其中主要有3个方面，即禅宗的历史、禅宗的文献资料、禅宗的思想和实践。中外学者在这些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但也留下了不少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或者悬而未决的问题。本书所探讨的主要是禅宗的思想和实践方面的问题。对禅宗的思想和实践，中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且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以往的禅宗思想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2类，即佛教信仰主义的研究和非信仰主义的研究。信仰主义的研究主要是以佛教的观念立场出发，试图通过阐释研究禅宗思想来宣传维持佛教的宗教信仰。如有的学者通过考察大量的思想史料，辨析禅宗思想的源流，以说明禅宗的思想符合佛教的信仰，印顺导师的研究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有的则结合现代观念阐发禅宗的思想，以证明禅宗思想的优越妙胜。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佐西元1870到1966年的研究，则是这类研究的代表。非信仰研究大多力求对禅宗的思想和实践做出科学的解释，其中主要包括资产阶级历史科学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前者主要是运用现象描述和历史考证的方法，解释禅宗这一思想文化现象的历史事实，不能揭示历史思想史背后更本质的内容。如是，西元1891到1966年长期以事的禅宗史研究，可算是这方面的典型，或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禅宗思想的哲学性质。
并努力揭示作为观念形态的禅宗思想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之间的内在联系。我国大陆的哲学史工作者和佛教史研究者在这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是指中国大陆啊。信仰主义的研究和非信仰的研究各有自己的长处，也各有自己的局限。就信仰主义的研究而言，他们大多以佛教的观念和研究者的宗教经验为基础，因而对禅宗思想的理解和对禅宗所解决的问题的把握更易于遵守原理。但是由于受到信仰的限制，在遇到客观事实与信仰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大多是扭曲甚至完全不顾事实，因而使这种研究缺乏科学性，难以得出合理的结论。而且由于他们大多不能超出佛教惯用的名相术语的限制，不能用科学规范的语言说明禅宗的问题，致使他们的研究成果难以为一般读者所理解。唯信仰的研究不受佛教信仰的狭隘限制，能够比较客观地观察问题，得出更为接近实际的结论。但是由于缺乏宗教经验的根据，容易忽略禅宗思想的实践性，而把它单纯地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或学说，因而往往在对禅宗的思想及其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上出现简单片面和曲解的情况，甚至由于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严重地妨碍了深入具体的科学研究。本书研究禅宗的思想和实践目的，不是为佛教的宗教信仰做论证，而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当代哲学和宗教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对禅宗的思想和实践做出科学的分析说明。笔者试图恰当地汲取信仰主义和非信仰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既不落入宗教信仰的窠臼，又要充分尊重信仰主义的研究成果，在尽可能准确地把握禅宗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基础上，沿着前辈学者开辟的道路，对禅宗的思想和实践作为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研究禅宗的思想和实践应当以实际出发，充分注意禅宗思想的实践性，而不应以一般的哲学模式出发，把它只当作一种无关乎宗教修行实践的纯粹理论学说或知识形态。这是准确地把握禅宗思想和其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关键。禅宗和以往的佛教一样，本质上仍是一种解脱道。他为了求得人生的解脱而提出自己的一套思想主张和实践方法。如何修行成佛、觉悟、解脱的宗教实践问题，就是禅宗的思想和实践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禅宗为了说明修行成佛、自在解脱的根据，而极力张扬宗教实践主体的地位。他们强调修行实践的主体性原则，并且提出和应用灵活不拘、无规可循的修行实践手段。这样的思想主张和以实践形式，在隋唐时代的佛教中有其正反两方面的前提基础。以一定的意义上说，它的出现乃是当时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学自身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禅宗的思想和实践代表了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趋势，是对传统佛教的革新。它作为革新的佛教，更全面地适应了中国社会现实条件对佛教的要求，也更成功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成分。因此说它是典型的中国化佛教。禅宗的思想和实践形成之后，又反过来以文化深层结构方面给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广泛的影响。这就是本书所要说明的基本观点。对禅宗的思想和实践，应当而且完全可以做出科学的说明。某些无神论者由于
不承认佛教禅宗的理想目标具有任何真实性，于是简单地把禅宗的思想主张一概视为宗教迷信的意义，而加以全盘否定，这是一种愚蠢幼稚的做法。而有些佛教信仰者则根本否认用科学方法研究禅宗的可能性，如铃木大作就明确主张禅完全超乎人类逻辑理解或自性理解的范围，没有禅的宗教体验或内在理解，便无权对禅做出逻辑说明。在对禅做出批判性的解说之前，必须对这种不能做逻辑说明的内在的意识状态有所体验，甚至非难。和嘲讽胡适用资产阶级历史科学的方法对禅宗的思想和历史所做的说明，认为胡适的研究根本不能触及禅的内在方面，笔者认为胡适对禅宗思想的理解和说明固然有不甚精确之处，而铃木大佐的态度则更表现出一位信仰者的狭隘与片面。事实上，对禅宗追求的理想目标及其所设想的最高实体，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可以适当保持各自的看法。信仰者信其为真，可以凭自己的内心去印证；无神论者认为其假，也可以用自己的理论去说明。尽管身为无神论者也承认禅宗追求的理想目标具有某种虚幻性，但我认为思想史研究的重点不是去解决宗教信仰的理想目标是否真实的问题，而是要弄清楚宗教信仰者为了追求自己所信仰的理想所付出的实践努力及其所提出的实践主张究竟如何是否合理。本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禅宗师徒为了求得人生解脱而提出的宗思想观点和他们所采取的具体实践形式。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的思想主张和具体实践当作历史事实来对待，寻找其形成的背景与前提，总结其思想内容和实践形式以及他们的发展脉络、规律特点，并分析其政务得失，探讨它与我国社会历史条件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以及它对以后我国思想文化发生影响作用的机制等等。目前广大读者对禅宗的兴趣方兴正方兴未艾，反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入系统地研究禅宗的出版物尚不多见，笔者希望本书能在这一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由于现有文献资料方面的条件不足，更由于笔者学识水准方面的限制，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注释一、参见日本铃木大作禅学随笔，台湾智文出版社民国74年版的第148到191页。二、见日本的铃木大作禅学日文3联书店1988年版第46页。三、参见日本铃木大作禅学随笔第148到191页。当然，胡适对铃木大佐有关禅的内在方面所做的研究也不以为然。有一次，梁实秋对胡适谈起铃木大佐的基本禅学著作，胡适说：“你不可信他，那都是骗人的。”参见胡适先生234梁实秋散文第3册，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